财迷，你每天都在这里看什么呢？刘杰是我兄弟，他一路护我来了雪月城，我自然要陪他去雷家。江湖第一城，很快就要成为过去了。我们在黑暗中待得太久了，乱世要来了呀！他们来了。你是谁？暗河木家，仅凭一柄刚入自在地境的剑，杀不了我。你带着叶如仪先走，我来拖住你。想跑，请赐教。暗河行事，向来是不死，不凶。